大家好，歡迎翻嚟。上集我哋講到咧，康熙皇帝廢咗太子胤禩，咁理由咧就係不仁不孝，而且仲疑似謀害皇老豆。康熙仲喊住話：此人不可負以天下。康熙廢咗太子之後，見到啲王子日日都爭到飛起，個個都想上位，個個野心勃勃。咁康熙就開始有啲不安啦。唔通我真係錯怪咗阿兒？但皇帝又點可以自打嘴巴？啱先話佢不仁不孝，而家又話佢好乖，於是康熙就開啟咗佢獨有嘅暗示復位模式。佢自己講唔出口，就開始問啲大臣話：咦，你哋冇人提議二阿哥做翻太子咩？甚至話孝莊太后報夢俾佢，話廢除太子，太后好唔滿意，仲走去探胤禩監添。每次探完出嚟咧，都會話：咦，佢精神好翻好多喎，仲識講自己坐喺邊，知道悔改啦。康熙係咁喺度鋪路，終於鋪到康熙48年嘅3月，公開宣布胤禩復立太子。呢個消息一宣布，全國震驚。當然佢啲兄弟就好唔開心啦。康熙亦都知道，咁所以咧，一雞死一雞鳴，即刻安排補償。皇三子、四子、五子封親王，七子、10子封郡王，九子、12子、14子封貝勒。皇長子胤禩繼續關押。罷哥胤祉唔升職，理由係留其貝勒足矣。13阿哥胤祥神秘缺席，冇封亦都冇記錄。有啲學者就話咧，胤祥其實係4阿哥嘅死黨嚟㗎。咁雍正繼位之後咧，就刪咗佢啲負面記錄喎，咁就成為咗九子奪嫡裏邊嘅神隱之謎啦。胤禩復立之後咧，其實氣氛仲係好緊張㗎，個個阿哥都唔敢鬆懈，咁康熙自己都係疑心重重㗎。有一次，幾位朝中高官聚會飲酒，竟然俾人告發話係太子黨嘅聚會喎。康熙即時嬲到爆，親自查案，結果就死咗一批人啦。例如步軍統領托合齊被下獄，最後係予死都唔准收屍，而且要挫骨揚灰喎。刑部尚書齊世武仲慘，俾人用鐵釘釘喺牆上面，監生痛死。康熙話：再有結黨者，殺無赦。之後康熙51年，康熙話胤禩狂疾未癒，大失人心，再次廢咗胤禩。重點係咧，康熙話之後邊個再提議胤禩復立太子，一律處死。但係總有人係唔信邪嘅。6年之後咧，有一個翰林院嘅小官叫朱天寶，佢估錯咗皇帝嘅意思，以上書嘅方式咧提議復立胤禩做太子。康熙諗都唔使諗，即刻落令誅殺，而且連累埋屋企人，全家抄斬。從此之後，胤禩就徹底退賽啦。冇咗胤禩，太子之位懸空。康熙開始關注14阿哥胤禩啦。康熙57年，西北戰事嚴峻，康熙唔親征，派咗胤禩以撫遠大將軍王身份出征。重點嚟啦，佢俾咗正黃旗到胤禩揸，呢支旗代表皇帝本人，係極大嘅信任。而且康熙寫信俾胤禩話：你即管安心打仗，其他嘢由我親自睇住。咁究竟康熙係咪決定要傳位俾胤禩呢？有一派學者咧話係嘅，仲話康熙晚年實施咗秘密立儲嘅制度，將密旨寫好放響傳位寶盒入邊。話雍正即係4阿哥胤禛喺康熙臨終之前搶先一步揾到密盒，毀咗裏邊嘅密旨，然後改成自己繼位。其實呢個問題咧，雍正自己都解釋過㗎。佢話話馬咁英明，響晚年嘅時候明知道自己身體咁差，仲點會將繼承人派去西北咁遠嘅地方啊？學者分成幾派，但係都冇實質嘅證據。呢個就係清宮4大謎案之一，雍正繼位之謎啦。講到底，康熙到底係咪唔愛自己啲仔呢？其實都唔係嘅，可能就係因為太愛到想控制。佢要啲仔又叻又文武雙全，又要識得討好自己，又唔可以太有主張。唉，機器人咩？啲王子個個都曾經受寵，亦都因為個個都太出色，被懷疑、被打壓，甚至被犧牲。連康熙自己都話：將來我死咗，屍體擺喺乾清宮，唔會有仔嚟理我㗎。康熙一世英明，掃平鰲拜，平定三藩，抗敵有功，係歷史上面叱咤風雲嘅一代明君嚟㗎。但係面對自己一班仔，佢真係搞唔掂。睇嚟治理天下者都未必可以管好自己嘅家庭啊！太過控制，太過猜疑，最終搞到父子反目，兄弟成仇。
家變最終演變成朝政嘅動盪，權力同親情到底係咪真係唔可以兩全呢？今集嘅故仔你又點睇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